就是90的速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下面150的速度去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跟得上，挑战一下。150的分拍。 来咪嗦啦哆来来哆啦嗦咪来咪嗦啦哆来咪咪来哆啦嗦咪，这个速度啊，大家试一下。1、2、3，走。